啊，这样子是挺多的。我还直接他经济对面说我看的，他开钱就提了吧。好，这个你们谁能想到这个为何要舍弃丢弃这个我爱子呢？我爱子为烦恼的根本。我这烦恼在这里。理由就过了，说有点就过了。为何要丢弃我爱子？总是需要一个理由，总是需要一个理由跟原因。修心，修心，修心，修心的呀。修出离心。然后呢？障碍我修菩提心的障碍修菩提心造成。陈先生就能明白些了，他自己修菩提心。啊，我知道啊。点看的。这个。把这看得清楚。怎么造成障碍？造成怎么样的障碍？因为只会想到自己，然后不会想到别人。对，这个我爱子就是自己想到自己，从来没有想到周遭的。所以他障碍我修这个菩提心。就找过来。对吧？用嘛都那是那给的话。因为呢，脑子没有呢。倘若没有舍弃丢弃我爱子我执的话，也会影响到他人众生。真正那个啊，我们这个刚刚说接了这个丢弃个吧。因为一切对众生的不利造成的伤害，都是由我爱子所造成的。你现在人生，你定年了嘛，让做接把这心心那个接把完整的话。因为我们在过去式当中，或在过去当中，都一直产生我爱子，没有这个可以说他是没有产生他爱子。现在人生，让真正的那个让的人看看没办法说，所以得让真正的人想。好，这个能够我爱子呢，也会毁掉自己，也会毁掉他的有限众生。所以说人家把它都能看看，他我去那个什么呀？我是当兵呢，让个让学校的，咱这个嘛都心心心跟那长点个。好，所以呢，对自己带来了伤害以及带来了痛苦。不管是我们就是在周遭各方面再怎么样的建立理由了的话，都还是自己的我爱子所造成的，不是他人有情众生所伤害的。现在因为人家打竞争的怕，打先竞争的结不落呢，但呢，你先结完这，打也要多的，打这个落去讲不多是这个。好，之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我爱子与这个，比如说他爱子两个相互交换，将来我们一直对于他的有情众生产生一个爱惜，然后呢舍弃自己的执着以及我爱子。我在那人上呢，我在那这边人上，先真正的落实人的，这边人呢，两年前人呢，这里的起码看到了一定的，这样。好，如果说能与修持这个他爱子，以及说对今生来世都有利。最起码那个，他来讲话都要不止想的，趁另外那种创业的那个人，创业的，没有的那创业的那个人呀，人基本这样的破旧的了呀，那上面就当个人呢，那人心看看来的也有不多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修持他爱子，不但是来世能够得到解脱，甚至于在今生，我们身为人的一个在今生在生活当中，能够都可以为他人着想，也因为这样的关系，也会带来对自己与他人的快乐。那结果嘛，就什么嘛，等于就一些原因呐。倘若原因呐，
倘若说时时刻刻每次都是为自己而着想的话，这说出来对面的都接不到啊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只有对自己痛苦而已，理解有很多啊。就一天不会快乐。但第二下先说，因为什么那个要我现在的看到就对你亲密，那肯定那个理解多啊，有多啊。相反的，不管是他人，不管是这个伴侣、伴游，不管是在左右的，都是一直在照顾、一直为他们着想的人。不管是在什么时刻，都是幸福快乐的。哦，有的人讲人精神是的，要啊，精神两个人钱啊，老中个来噻，他到老中噻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之所以呢，必须要使气啊，我爱之，能够领取与修持他爱之，这样的修持就是所谓的修心，哎呀，理解有糟了。也就是我们的快乐的根源。哎呀，他提两人钱不得了，啊，但这就大家蛮不协调的，当这个就叫解释去，是吧？好，这样的修持当中就是分为18个三昧业。哎呀，老中开朗的比较瓦实，老中呢也当然多说那个我们的态度是吧，还有没结巴实，但老中人的就要是前那样多了说吧，到这里有的呢，开水解决那个，你就那个的，我说话的，你两年都这样过去不要，老中人几个要是前那都很久没出去的，到嘛都没送我钱的，那几个要嘛的，对，那这都嘛这话是不要，那是给送掉。哎呀，好，这个不能借由这个，第一是修心与持戒不相违，不能因为说自己有在修心，也因为这样的借口来说，这个可以说这个轻视鄙视这个毗奈耶，会对一个戒律不遵守，随随便便对一个这样是不行的，必须要做到一个不违背戒律的这样的情况下。我老兄弟两年到话通过那地方开始，我也干起来这个的事情，感觉我就去的一个的，民警在那去了。总而言之是指的意思是，我已经达到了修心的境界，以及这个质量很高，所以呢，在这些持戒方面可以随随便便，这样的类似是不可以的。老中来的呢，脱臼小娃子，脱臼小娃子，他老中来也大呢，经济蛮多的是，让经济蛮多钱，没得慢慢也的呢，普都说了，民政吧，新业就要把那说个，脱臼就要把那个说，是吧？好，再来是第二，修心不流于怪诞，不因借口修心，貌似无爱执，而无所顾忌地去触怒人与非人，如作斩杀树妖等狂行。看来是啥呢？老中人家年轻也是说，买了真正的当地看样没是吧？我天天去呢，没多少钱呢，人家可就没就钱呢，就多啊。好，做就得来了，洗掉嘛那是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以为装作成自己修心的境界很高，之所以呢，就所谓的没有爱执与执着之类，所以呢，就是随便胡来，或者说做一些这个粗暴的行为，这些是不可行的。我知道的。